大家好，我係 JK，今次會一連兩集同大家講下紅黑杞子。紅黑杞子都係茄科有幾屬植物。紅杞子扁長，一般冇果柄，含糖量高，具有多種氨基酸及維他命、酸漿果紅素、甜菜鹼、肉屬鼠黃素、胡蘿蔔素、核黃素、枸杞多糖等成分，能夠補益肝腎、強腰膝、益精明目，對腎虛、精血不足、腰膝酸痛、視力減退、頭暈等都有幫助。因為不含花青素，適合烹調，而直接食就最有效吸收營養。黑杞子偏圓，有小果柄，含糖量少，有大量原花青素，豐富蛋白質、脂肪、糖類、游離氨基酸、有機酸、礦物質、微量元素、生物鹼、維他命 C、B1、B2 等，有抗衰老、補益氣血、防治糖尿、心血管疾病、降血脂、提升免疫力等功效。由於花青素唔耐高溫，所以最好係泡水或直接食，唔適合煲湯或烹調。萬一出現炎症、感冒、發燒、腹瀉等，兩種杞子都要避免食用。食得太多亦會熱氣、流鼻血，甚至令眼睛紅脹不適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更了解紅黑杞子。下集會分享點分真假優劣，記得留意啊！最後記得留言攞走美顏滋陰食譜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啊！下次見。